訂閱每日一 news， 資訊話題唔會少。黃金已取代咗科技七巨頭，成為華爾街投資者最搶手嘅資產。科技七巨頭嘅股票包括蘋果、字母控股、微軟、亞馬遜、Meta、特斯拉同英偉達。以上七大科技企業嘅股價大幅下跌，而跌幅全部都達雙位數字。特斯拉係當中表現最差嘅，2025年頭至今下跌超過 38%， 而蘋果則累跌 21%。英偉達跌幅有 21%， 受到美國最新嘅出口管制，原本為中國市場設計嘅降級版 AI 晶片，都變成需要獲得許可先可以出口，令到公司股價再受壓。喺市場波動同埋經濟前景唔明朗嘅狀況下，金價屢創歷史新高，黃金價格爆升 27%。黃金嘅避險功能喺亞洲嘅需求變得更為重要，尤其是當全球政治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嘅時候。值得注意嘅係，菲律賓等等嘅國家，佢哋能夠利用自己國家嘅金礦，增加黃金嘅儲備，佢哋可以利用自己國家嘅貨幣去購買黃金，從而穩定自己國家嘅貨幣，呢一個會係亞洲地區嘅獨特優勢。就算金融發達嘅經濟體系，例如新加坡，都加大對黃金嘅投資，咁顯示咗黃金嘅儲備重要性變得更重要。